来继续来看这个中华有一个妈妈来指控，讲伊带入去一间月内中心，真贵哦，一工要9500块，但是照顾婴仔是真落差。伊讲伊提醒到月内中心，前后至少提醒5届，讲伊查囝大便无正常，一工要真侪届，侪届拢出现到尿珠啊高咯。但是对方拢讲正常无问题，一直到查囝的尿珠啊高。 严重甲甚至大便来放血，才来送病院急诊。啊，月内中心是讲，是这小宝宝对食物2倍来过敏，这大便的次数才会增加，才来造成着尿珠啊高。但是这种的背血，这妈妈无法度接受。 出事报告半个月，查某婴尻川红个肿，严重尿珠高个出血，妈妈是看甲真甘。不过，愈去是枕头发现查某囝尻川淡薄红结结时，特别点拄过月内中心。带回来房间，这几个小时大概都可以换快20片。妈妈讲，查某囝排便无正常，伊一直提醒月内中心要注意。不过，月内中心头尾拢讲无问题。在告知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应该要提早跟我们说，那你应该去看医生，而不是一直跟我说正常的，这样等于是延误就医。直到尾后，查某囝尿珠高时，哪来那严重个出血，甚至排便有血，尾后送去病院急诊，佮掉大肠。就觉得说他们这样子就是没有判断的能力。妈妈在月内中心，就伫咧中华广告含中期合作，逐工巡房，一工收9500，妈妈指控收价这么贵，煞无定情伫咧顾。那小孩子的话，有些人是有体质的问题，那接触到这些牛奶的话，他就会有一支血便，会有血便的现象，而且会腹泻，所以他在喝了牛奶以后，他有出现一天解到15次这么严重。医师讲，囡仔是因为一病才有尿珠高含排便有血，即马伫咧新生儿照护中心治疗，已经做专业团队咧解医。不过妈妈认为，反映过真侪遍，煞拢无发现囡仔有问题，这过程真正是无法度接受，嘛要求月内中心要担起责任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